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春，你醒了？这是哪里？山。这些是你每年生辰我为你准备的礼物。书房里还有那些玩的、用的，还有你的首饰都还在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去看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的脸，为了复仇。回公主，穆将军的眼睛暂无大碍，过几天就好了，不会耽误大婚。有劳太医了。哎，5日之后便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待你伤好后，就可以看到我穿婚服的样子了。怎么，你不欢喜？臣自是欢喜。河川逃走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同二公主成亲，才能更快接近君上。否则，一旦身份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拥有了温言书的容貌和身份。只是此生都要用这张脸度过。5日之后，我便与你大婚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王妃，我就是你的剑。你放心。诗安哥哥，我不能嫁给你了，我要回灵昭，因为5日之后也是慕寒的大婚。你的伤怎么办？无妨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回灵昭。好。来人，宣太医，备马。驾！驾！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夫妻对拜。慢着！当烟雨满人间，这是心中所念。是那年你我撑伞遇见，流春风，雨洗脸，你拨动我。温言书，你不是在与朱颜太子成亲吗？怎么，你想违抗圣旨逃婚吗？我来就是想问你一句，你可曾爱过？未曾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
再说一遍。此生，我只爱你一人。画上了一季一角写，匆匆便是离别。这我们走。穆言说，你就不怕挑起朱颜、林昭两国之怒吗？那又如何？你。今夜过后，你便是我的人了。文言书，这婚是你讲的，我可不会给你任何反悔的机会。你还会画眉啊？如果我画得好的话，我以后每日都为你画，如何？每日为我画眉，你是要以我供白头啊？当然不止这些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很多。君上有旨，禁军校尉穆罕以下犯上，抗旨为命，即日起革除职位，打入地牢。这是何意？长公主殿下，这是君上的意思，您莫要让杂家为难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将军，走吧。等我。参见公主，君上大怒，二公主同君后要求君上严惩您，您务必小心。备马，我要即刻入宫面上。是。你当众抢婚，小恕我小恕，姑给你的荣宠，便是你肆意妄为的底气吗？父皇，儿臣与慕寒两情相悦，恳请父皇成全，放了慕寒吧。慕寒可是福玉的夫婿，你说你同他两情相悦，此话传出去，岂不让天下人笑话？姐姐，你说你不把我和父皇母后放在眼里便罢了，如此行径，置两国邦交于何地啊？慕寒引诱长公主，其罪当诛，姑砍了他便是。
至于你，且慢，父皇，此事乃儿臣一人所为，您要罚，就罚儿臣好了，还请您放我。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敢替他求情？你当真以为我会一直纵容你吗？报，启禀君上，朱延国太子燕石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朱延国太子燕石安参见君上。太子，魏延叔是你朱颜的太子妃，大婚当日逃婚，还当着众人的面抢了福玉的夫婿，丢的不仅仅是你的颜面，更关乎两国的邦交。太子，你想怎么处置？君上，我听闻慕寒曾是长公主府上的男宠，与长公主更是两情相悦。我这个人心软，看不得有情人分开，所以才谋划了这场抢婚。太子不必替姐姐遮掩，姐姐向来任性惯了，怕是这一次连太子你也算计进去了。君上，今日前来还有一事，我要退婚。退婚？太子刚才所说，抢婚之事是你一手策划，还真是仁者之心，成人之美呀。可你和小叔虽然没有行过大礼，但名义上还是你朱颜的太子妃。此刻退婚，太子是欺我林昭无人。君上今日若答应我，我承诺林昭的条件再追加1倍，如何？看来这个婚还真是结不成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退婚之事过允了。父皇，那慕寒他……君上仁慈，想来也不想害人天人永隔，倒不如随了我一份心意，放了慕寒。日后林昭有难，我燕石安定当倾国相助。好，今日就看在太子的面子上，饶他不死。谢君上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过累了。谢父皇。谢君上。报，禀告君上，近日皇城中百姓怨声载道，那些被抓来献祭的少女佳人，还要联名告御状。属下，此人可不会告御状。是。石安哥哥，昨晚的事……安宁，你我2人就不必客气了。可是你来林昭退婚，你父皇那边……这些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如今见你安然无恙，我便安心了。去找他吧。燕石安，你不开心啊？遇上什么事情了？纪瑶郡主，若无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怎么了？遇上不开心的事了？别难受，我知道温言叔给你戴绿帽子，你不开心。再说一遍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我不说总行了吧？哎呀，别生气嘛！林昭公我很熟，我带你去散散心啊。
吗？不疼。以后切莫为了我定妆君上。万一他对你动了杀心，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哪怕要我的命，我也在所不辞。阿叔，你听着，这世上，你比任何人都重要。我不值得你如此。你值得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无妨。这是……可惜了，摊主说这是世间独一无二，再也不会遇到第二个了。你若真喜欢，我替你修好。啊，对了，今晚有花灯节，我们一起去看花灯吧。花灯？对，相传花灯节起源于江陵州，有缘人一起放花灯，可相守一生。今年花灯节真热闹啊！看我的花灯多漂亮！快点，那边开始放花灯了！等等我，来。我们也去放花灯吧。天神，你走那么快，就不是散步了。我再和你说最后一遍，别再跟着我了，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才不信你会这样呢！你我二人一同散步。把嘴里东西咽下去再张口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可怜了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还生气？要不然糖葫芦给你吃。愿尔尔此晚，朝朝此暮，岁岁年年，如此时，余生共白头。你许了什么愿？我刚许的愿望，便是……别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好。谢谢啊！那天的玉佩，我帮你修好了。三生花如今只剩下堕之花，花开之日便是报仇之时。早一日报仇，这世界便会少一个被献祭的无辜少女。安宁，我不便久留林州，不日便要返程。若今后遇上什么麻烦，只需命人将此物带回朱颜，便可调动东宫一半的兵力。石安哥哥，谢谢你。
慕寒绝非良人，这和亲一事，便是他一手策划而成。如此我便心安了，是吗？诗安哥哥，在走之前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件事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君上，近日玄黄蠢蠢欲动，臣愿意带兵出征，替君上分忧。哦，好啊，开始为朕分忧了。那你可知，玄黄现在兵强马壮，而我林昭许多年没有过战事，你想带兵灭玄黄，能有几分胜算？微臣已经想好对策，我们可以向朱元国求援。所谓唇亡齿寒，想必朱元国太子定会应允。好，既如此，不允了。你若能灭了玄黄，便是除了朕心头大患。待你凯旋，必有重赏。谢君上隆恩。穆将军，我想姐姐对你并不是真心的。情之一事，莫过于心甘情愿4个字。情出无悔，我亦如此。姐姐这个人，我是最了解不过了，喜新厌旧，钟爱美人。你对于她而言，跟那些男宠没什么区别。想必这会儿应该在跟朱颜太子你侬我侬呢。公主请慎言。是与不是，穆将军回去一看究竟便是。太子，轻点，你可真不会怜香惜玉呢。我同穆将军相比，谁更胜一筹？自然是太子你了。寥寥世间，万千挂念，多少如愿。问了千遍，谁在撰写你我夙愿？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飓风也愿你我之间，世间火